沓嘢 ，OK， GDP 成沓嘢 ，OK， 咁去翻第一頁啦。咁成個 GDP 咧入面有好多嘢考㗎。咁咧今日咧就會同大家講幾個重點嘅。第一重點計同埋唔計。咁咧基本上咧我哋啲 long question 咧成日都會咁樣考㗎。咁咧考嚟考幾個重點嘅啫。重點一，佢會有一樣嘢叫二手嘢㗎，係咪先？咁我哋話二手嘢其實係唔計㗎嘛。個原因係因為咧其實佢哋叫做過往嘅生產。咁啊幾時計咗啊？喺以往嘅時候就已經計咗，所以我哋為咗避免重複計算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點啊？就會唔計啦，明唔明？咁但係咧，其實基本上咧，考試咧有啲好賤格嘅嘢，就係講緊咧都係二手嘢，但係佢會話呢個概念嘅叫二手嘅商店。我想問二手商店入面，當然佢賣嘅二手嘢就唔計啦，但係佢有一個部分就會計嘅。知咩叫一個部分計？因為有啲叫做佣金。其實佣金就係啲咩啊？我哋服務嘅咩啊？回報啊，記唔記得呢一個概念 ？OK， 即係咩意思咧？我而家話啦，我而家一共有100個人喺度 ，OK， 咁我哋就話100個人係我哋嘅 sales 嚟嘅。我哋啲 sales 咧全部都會幫我買二手嘢，買二手古董。但係啦，呢班 sales 會出糧俾佢噶嘛？出糧俾佢嘅呢一部分嘅錢要計入 GDP 入面，因為佢哋係佣金嘅服務，跟唔跟到呢個 ？OK， 咁另外仲有一樣成日都出現嘅嘢㗎，我哋話啦，股票、債券或者係銀行嘅存款，呢啲全部都唔計。因為點解啊？因為我哋基本上冇任何嘅生產㗎嘛，啱唔啱？冇生產嘅時候就冇咩啊？不涉及生產，成日都講㗎啦，我哋就唔計。另外仲有一樣嘢㗎，就係咩咧？呢啲講緊佢哋嘅錢多咗、錢少咗都唔計。但係唔計嘅原因唔係講緊唔少生產啦，仲要加多一樣嘢，佢哋叫做咩咧？我哋叫做我哋嘅資本增值，冇錯啦。咁資本增值咧都係唔計入 GDP 入面嘅，呢兩個成日都出㗎，希望大家唔好錯呢兩個，得唔得先？咁另外仲有一啲嘢咧係要留意㗎。第三樣嘢就係講緊叫左手交錢去右手，冇錯啦，呢個叫咩啊？轉移支付。我哋話轉移支付都唔計，因為我哋冇任何嘅生產，冇錯啦。轉移支付舉個例子就係咩啊？我哋嘅派錢啦。咁呢三個咧就係我哋 long quiz 入面成日經常性出嘅嘢 ，OK， 得唔得？咁咧我哋留意啦，我哋話啦，經常性出嘅嘢入面咧，除咗呢三個之外咧，我哋就要再留意多幾樣嘢，就係 MC 入面會有嘅嘢啦。好 ，MC 入面咧佢有幾樣嘢咧係成日都 fit 你㗎，我哋有個提示，有個 exam skills 送俾大家啦 ，OK。第一樣嘢，我哋要分到嗰個叫做乜嘢咧？就叫常住生產單位。嗱，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嚟㗎。常住嘅意思係經常性住喺嗰度嘅人 ，OK， 個生產單位。嗱，如果舉個例子，我啊，大家知道一個好出名嘅歌手嚟㗎嘛，係咪先？係啦，亦都同時我喺呢度全個培英入面畫畫最靚嘅老師，大家都清楚明白㗎啦。好啦，咁你要知道，台灣大學邀請咗我咧，就去畫咗幅名畫 ，OK。嗱，第一樣嘢。我去咗台灣啦，我係咪以台灣做經濟重心？即係我係咪以台灣做主要嘅工作地點？唔係。咁我係咪台灣嘅常駐生產單位啊？就唔係啦。所以我做嘅嗰筆錢係唔會計入佢哋嘅 GDP， 亦都唔會計入我哋嘅 GDP 㗎。明唔明我意思？因為要講緊嗰條友做嘅嗰樣嘢，又冇咗啦，消失咗啦。但係會計 NIA 咯，即係講緊我哋嘅咩啊？我哋嘅海外收入嘅淨值，我哋就計啦。跟唔跟到？好啦，有樣嘢留意，常住生產單位咧，我哋講緊咩咧？9個月啦，我哋會住喺嗰度咧，就會計入去我哋嘅常住生產單位㗎啦，得唔得？嗱，呢一樣嘢轉頭就會研究一下，我哋要識得分唔同嘅人啊，同埋仲有一樣嘢，呢個好重要，咩叫出口咧？咩叫入口咧？嗱，呢一次咧係我唔知第幾100次會講出口入口，你放心，嚟緊咧我哋會學國際金融呢一課。亦都會咧繼續講出口入口嘅。
講多最後一次啊！出口係人哋過嚟，入口係我哋過去，跟唔跟到？出口係人哋過嚟，但係入口係我哋過去，所以出口嘅 GDP 係要加嘅，入口 GDP 要減嘅。嗱，唔好錯呢個概念，得唔得？會唔會過底咧？係唔會嘅，太好啦。好啦，得唔得 ？OK 好。嗱，我哋會做幾條㗎 ，OK。咁做完幾條咧，你呢一個部分咧叫做象徵式，叫暫時了解先啦 ，OK。因為我哋時間唔係太多。好啦，先望一望我哋嘅第二條咯喎。望一望佢講咩？我哋講緊2012年咧就話啦，財政司，咦，寫住咩啊？派6000蚊，見唔見到？好啦，6000蚊係屬於冇錯轉移支付啦。咁轉移支付計唔計 GDP 啊？唔計 GDP， 個原因係轉移支付冇涉及生產。咁啊三句嘢啦，咁2分。OK 嗬？得唔得？好典型嘅轉移支付唔計 GDP， 因為冇生產。跟到啦。好啦，下面第4、第5，你當佢係同一條咁睇啊。第4講咩啊？二手買賣好活躍。第5，有啲書店啊就賣二手書 ，OK 嗬？你睇睇下面，佢哋嘅一個部分計唔計 GDP？ 嗱，典型啦，見到二手嘢，佢基本上呢一種叫 inside check 嘅意思係咩咧？佢望落去係二手嘢，令到你哋咧就會俾人呃咗。我想問，二手嘢的確唔計，但係二手嘅店鋪入面，佢係會有啲咩啊？冇錯，嗰啲服務入面有啲佣金，所以呢2個你就要話啦。第一樣嘢，佢係涉及咗服務啦、生產啦，咁佢哋亦都會有啲叫佣金嘅回報啦。嗱，而家我哋因為讀咗生產要素咧，再睇翻就好容易啦。佣金回報，咁佣金回報啊，呢啲嘢咧就要計入去我哋嘅 GDP 啦。好典型嘅。扮一條二手嘢，其實係咪一條二手嘢咧？唔係二手嘢嚟㗎，跟唔跟到？好啦，上面呢條，嗱呢啲題目咧又係一個好卑鄙嘅嘢，你見到有啲叫英國佬啊。好啦，英國佬阿李察森啊 ，Richardson，OK， 就嚟咗香港幾年？嗱，我想問你，數年嘅意思，佢而家屬唔屬於香港嘅常住生產單位？冇錯，佢係香港嘅常住生產單位。我想問佢話啦，呢條友嘅收入計唔計啊？計，因為佢香港嘅常住生產單位，所以佢只不過講緊佢哋嘅服務嘅回報咯，所以就要計入去啦。咁呢度點解會有3分呢？其中1分就係講緊你要識寫阿李察森先生係香港嘅常住生產單位 ，O 唔 OK？ 嗱，好典型嘅呢啲題目比較簡單嘅 DSE 咧就間唔中出啦 ，OK？ 嗱，見到咧1、2、1、5，嗱你哋考17 ，OK？ 咁啊會唔會出咧？我就答你唔到，但係1、6就機會少啲啲啦 ，O 唔 OK？OK 嘅時候就講多2條咯喎，跟住睇啲 MC 就好簡單㗎啦，隔離嗰頁㗎咯喎。好啦，望一望，隔離嗰頁就話咩咧？股票市場過熱啲廢話嚟㗎，我哋唔使睇呢啲，睇咩啊？哦，原來用2000蚊買入股票，一皮嘢賣出，佢講到明呢個叫咩值啊？咁計唔計啊？唔計，因為有冇生產啊？冇生產咯。唔係，資本增值係左邊交右邊，例如我俾錢你，資本增值咧就係嗰嚿嘢，例如舉個例子，股票啦、債券啦，你買嘅時候100蚊，你賣出嘅時候200蚊，係啦，不涉及生產，嗰啲叫資本增值。金融上面嘅嘢我哋叫資本增值。但係我左邊交錢俾你，右邊咧就唔係叫做資本增值，跟唔跟到 ？OK， 嗰啲叫轉移支付。嗱，好啦，咁呢個好簡單啦 ，OK， 咁啊有3分就舐咗啦 ，OK。好啦，下面望一望喎，2015年啱嗰年嘅 DSE 卷啊，望一望咯喎，邊一個會計喺2014年 GDP？ 好啦，政府俾嘅長者生活津貼，喂呢啲叫咩啊？冇錯，計唔計 GDP 啊？唔計，你錯啦。好啦。2013年，喂，2013年嘅嘢會唔會計2014年㗎？唔會，因為係過往嘅生產啦。好啦，二手店做嘢又嚟咯喎，二手店做嘢嘅乜嘢啊？人工計唔計啊？計，咁答案就係 C。睇埋 D 啊。
香港嘅常住生產單位擁有加拿大嘅人嘅錢。我想問加拿大嘅錢計唔計香港嘅 GDP 啊？唔計，因為佢根本就唔係香港嘅嘢啊嘛，所以答案就係 C。其實好錢喎，15年喎。係啊，係咪超錢啊 ？OK， 好啦，咁我就睇多一條或者睇多兩條啊。好啦，望一望邊一個計香港 GDP 啦？第二條 A， 喂，人民幣存之後我哋講個金融上面嘅計唔計？唔計 ，A 錯。好 C， 捐錢計唔計？唔計。捐錢係叫做乜嘢名？轉移支付啦，咁我哋講明轉移支付定唔計㗎啦。好，睇埋 B 同埋 D， 香港居民喺北京嘅錢，日本人喺香港嘅本地航空公司做嘢嘅錢。嗱，小心留意啦，呢度就考試成日出嘅嘢啦。香港居民喺北京，我想問喺北京嘅物業啊嘛。有時咧常住生產單位要留意啦，你去翻頭先嗰頁咯喎。有時常住生產單位唔係講緊人嘅，有機會講緊乜嘢咧？叫做公司啦。OK， 有時咧就講嗰樣嘢嘅物質上面，我哋叫做可掂到嘅嘢，例如啲咩啊？物業啦。OK， 跟唔跟到先？好啦，有時咧唔係睇人嘅，係睇唔使9個月㗎。公司同埋物業。如果嗰樣嘢喺香港起嘅公司，咁點樣可以將間公司搬去外國咧？將個最正物業喺華富嘅物業，我哋搬咗去月球嘅話咧，咁請問點將個物業搬去月球咧？好啦，我哋都發覺佢真係智力有問題啦，係咪先？唔緊要，你琴日執翻個腦㗎啦嘛，係咪先？好安全。唉，真係頭暈啊！好啦，望一望啦。香港居民喺北京嘅物業，我想問物業喺邊度嘅？物業喺北京。咁佢嘅常住生產單位喺邊度？香港。北京。好啦，其實佢就喺北京嘅常住。咁起咗就係㗎。係啊，冇錯。咁我想問，佢常住喺北京啊嘛？咁關唔關香港事啊？唔關。所以答案就係 D。點解？望一望呢個日本人喺邊度做嘢？香港。香港嘅咩啊？航空公司。航空公司係開咗好耐㗎啦，定係 OK？ 就算啱啱開得好，佢只要將嗰個生產喺嗰笪地方經常性出現嘅，咁基本上就當佢係咩啊？嗰笪地方嘅常住單位。跟翻到嗱，考試咧出完會再出㗎。你試下望一望咧下面嗰啲題目，基本上10條入面9條一樣㗎 OK。嗱，望一望喎，第4啊。好，第4，佢問你邊一個關於投資嗱，小心啲呢條大粒星啦。投資喺 GDP 入面叫做乜嘢？資本增值。咩資本增值？投資係 I。好啦，我想問 I 係咪包括喺 GDP 入面㗎？係啊。係，所以其實問緊邊一個關於 GDP 入面嘅 I。好，幫我望望股票債券銀行嘅錢。股票債券銀行本身計唔計 GDP？唔計。如果唔計 GDP， 會唔會計 I 啊？唔會，所以啱啦，寫低。本身已經唔喺 GDP 嘅啦嘛，如果唔喺 GDP， 又點會喺 I 咧？所以 A、B、C 錯，答案已經好快咁到 K 都係 D 啦。跟唔跟到 ？OK， 再望多條就係第5條，我哋最後講埋呢條就去第2個 topic 嘅咯喎。好啦，望一望，第一 A 護苗基金，喂，呢啲係咩啊？屋企人有事俾錢佢，有冇做嘢？冇 A 錯。好，最尾嗰個見到一樣嘢叫債券，債券計唔計？唔計，得翻 B 同 C 啫。咁啊睇 C 啦 ，C 簡單啲。用過的舊書賣俾人哋，咦？用過的舊書，二手啊？二手係咪啊？佢有冇佣金？冇，即係學生自己買又唔會有佣金㗎啦。二手你計唔計啊？唔計，所以 C 都係錯，寫低啦，係二手物品啦。咁啊，答案我哋根據呢個邏輯講都係 B 啦。點解係 B？ 物業代理轉售服務好典型，佢賺嘅錢叫咩錢？佣金。冇錯，佣金就要計入我哋嘅 GDP。第一種層階，我哋 GDP 計與唔計，跟唔跟到？應該跟到啊嘛，唔會太難嘅啫。好啦，跟住去到大家咧成日都錯嘅嘢啦，就到乜嘢咧？我哋嘅計數啦。計數咧，我知大家咧，由於智力係極度有限啦，係咪先？所以咧，你哋咧係基本上咧完全唔知阿 Sir 講乜嘢啊。好，咁啊，放心，我會教你一套技巧㗎啦。你我都教過好多次嗰套技巧嚟㗎咯喎。首先第一樣嘢係我哋 GDP 嘅計法。
GDP 等於 C 加 I 加 G 加 NX，NX 即係 X 減 M， 跟唔跟到呢個？呢個唔會，如果你跟唔到嘅話，你放心，下學期開始你就知係咪先？我哋嘅中五已經開始準備讀 GDP 啦，到時你哋點啊？可以一齊上堂 ，OK 得唔得？好啦，呢種計法計出嚟嘅答案，我哋叫 GDP 嘅 MP 用咩計啊？市價去計嘅 GDP 啊嘛，跟唔跟到？好啦，考試講到明㗎啦 ，C 好易 ，G 好易，一定係俾你㗎嘛。我哋話個難點係咩啊 ？I 同埋 NX， 但我亦都教過大家可以拆咗個答案出嚟㗎嘛。好啦，第一 I 佢有幾種問法 ，A 問法 OK 非常簡單直接 OK。A 問法佢就俾咗個投資支出我哋，見到呢個舐舐嚟，點解？佢俾咗個 I 我哋，咁當然啦，考試會唔會咁好人呢？當然啦，考試公開試有機會嘅，但你都知姓翁嗰個咧就一定唔會㗎啦 ，OK。好啦 ，B 嗱 B 咧就成日後考㗎啦，就叫做固定資本匯率。嗱，阿 Sir 唔識啊，唔使背，唔使背，點解唔使背？見到最長嗰嚿嘢 OK， 就知係嗰嚿嘢啦。好啦，固定資本形成有兩個名嘅，一個叫總值，冇錯啦。見到總值，你要做嘅嘢就只需要加折舊 ，sorry， 加存貨唔係加折舊。有冇好嘢可以幫佢查一查？算啦，唔使，加存貨。另外，如果見到固定乜，見到個咩啊？淨值就要加存貨之後就要再加折舊。記住唔使減嘢，係加嘅，全部都。OK， 唔使減係加，冇嘢減嘅。係啦，由於呢個題目，我哋好容易可以揾到個 I， 跟唔跟到？最麻煩嘅就嚟啦，存貨我哋要加嘛。如果佢係一個負數，就要加一個負數，跟唔跟到？係啦，就變咗減。但你唔好記減，總之你見到佢係咩數，就要點啊？都係加嗰個數。跟到啊嗬，但係有時考試最卑鄙嘅就係呢度，存貨有時佢會見到係咩啊？減少，咁我哋要做啲乜嘢？其實咪就要減啦，係咪先？咁但係佢有時唔俾個負數你㗎，咁你就要唔好俾人逼啦，跟唔跟到？我哋轉頭睇幾條你就知㗎啦。好，第一個難點係呢個，第二個難點就係 NX 啦，亦都講過2496萬次㗎啦 ，OK。A 佢會俾你嘅最好㗎啦，就叫咩啊？冇錯啦，淨出口。咁當然啦，冇咁好人。翁 Sir 就一定會嘅，你都知我係最好人嘅人嚟㗎嘛，係咪先？好啦，未見過啊？今次就見啦 ，OK。好啦 ，B 就成日出口啦，就講緊佢見到個總出口。嗱，總出口好簡單，你只需要做咩啊？減入口做完㗎啦。好 ，C 見到個本地出口，我哋就要加轉口，再減入口啦。跟唔跟到？嗱，考試成日都會俾咗個總出口你，俾埋個轉口你嘅。我哋小心啲啊！見到個轉口就要點啊？查鬼咗佢啦。跟唔跟到呢個邏輯？嗱，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概念，我哋轉頭做幾條數，你就一定做得到㗎啦。跟唔跟到？嗱，呢個叫第一 part GDP 嘅 MP， 以市價計算嘅 GDP， 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另外第二條式你見到啦，我教你淨係記住咩啊？兩條式嘅啫嘛。第二條式就係 GDP 嘅 MP 等於 GDP 嘅 FC 加稅減津貼，但係難點得一個嘅啫，就係個稅。個稅咧就只係間接稅。如果考試見到直接稅，我哋就要查咗佢 ，O 唔 OK？ 同埋我講過2496萬次啦，千祈唔好做傻仔。咩叫做傻仔啊？你唔好將兩條式黐埋一齊，你乖乖地計完個 MP 先，跟住你塞翻入去，好唔好？你真係唔好從一條式寫。寫一大條。你寫一條式，我錯硬，因為我已經教你唔係第一年㗎啦 ，OK？ 你要知道，你哋班人咧將兩條式黐埋一齊咧，你唔知乜10次入面，你20次都錯啊。係啊，我好了解你哋㗎，得唔得？
好啦，得未？得嘅時候我哋做幾條咯，好唔好啊？嚟嘅咯喎，先做條簡單啲嘅先啦。第二條 ，OK， 去到第5頁。好啦，好典型。咦，嚟了咯喎，佢俾個咩值我哋啊？正值要乜嘢折舊？加，所以40同埋40就要加啦，跟唔跟到？另外存貨，咦增加咗 X 咪要加翻個 X 啦，跟唔跟到啊？所以 I 其實就係40加 X 加40等於80加 X， 跟唔跟到同學仔 ？OK 嗬，好啦，私人消費即係我哋嘅乜嘢？C 啦，好，政府就係 G， 哇佢好人啊真係，佢咩嚟㗎呢個？即係乜嘢？NX， 所以其實我哋有冇 GDP 嘅 MP 啊？有，咁主題寫啦 ，GDP MP 就由200加80加 X， 再加24加10，跟唔跟到呢個答案？咁你只要篤一篤計數機咧，你會計到㗎，就係200啦，加80啦，加24加10，跟唔跟到？MP 就係314加 X， 可唔可以？可唔可以？可以。好啦，另外下面佢俾咗用成本喎，即係 FC 喎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呢條叫第一條式 ，OK。第二條式就係 GDP MP 等於 GDP FC 加稅減津貼。好。佢俾咗 AFC 等於264我哋，稅咧60就加60啦，減30，左邊就係寫翻條式就係314加 X， 嗱最難嘅嘢嚟啦，你要將個34轉過去，變加定變減？好啦，咁所以你篤計數機就係點做？首先264加60。減30減314，咦？點係負數嚟啊？但係驚唔驚？唔驚，佢係俾咩你？有冇負？有冇負20？有，所以答案就係 boy。嗱，你唔好同佢極深啊嚇！你已經唔係第一年同我玩呢個 GDP 㗎啦 ，OK？ 係啦。已經唔知寫咗第幾次係咪？已經唔知做咗幾多次啦 ，OK。咁我做多2次啦，做咗2條啦，好唔好？好啦，呢條，好第一樣你記得直接稅喎，查咗佢先啦。好，跟住繼續咯喎，私人消費咪 C 咯 ，G。喂，淨值要乜嘢？加折舊。冇錯，淨值要加折舊。哇，好賤啊！呢個存貨係咩啊？存貨下啲。要冇錯，你要減呢個數，所以個 I 咧就係280，點解？300加50減70，跟唔跟到？所以有 C 有 I 有 G， 爭個 X 啫，有冇啊？正錯咯。咁所以我哋個 GDP 嘅 MP 咧，嗱小心啲有 MP 啫喎，就係400加250加280加300，MP 等於1230，跟唔跟到？題目問你成本即係 FC 啦。咁咪就係 GDP 嘅 MP 等於 GDP FC 加稅減津貼，咁啊即係1230等於 FC 加稅，稅幾多？稅咦冇喎，冇咯 OK， 減120，咁搬翻過去 FC 等於1350，答案係 C。好啦，嗱呢個考嘅就係。I 跟唔跟到？跟住我哋考嘅就係咩啊 ？NX 啦，做埋第4條，我哋呢一 part 就完㗎咯喎。好，望一望。好，第一個係 C， 第二個叫總值，總值要乜嘢折舊？總值要查折舊。好，存貨要乜嘢？減少，咁即係話呢度變咗260，跟唔跟到？有 C 有 I 有 G。OK 嗬，剩翻嘅就係 NX。喂，見到總值喎，轉口使唔使你？轉口唔使。冇錯，見到總值轉口就唔使啦。好，出口就要加，入口就要減。
所以我哋嘅 GDP MP 就係600加260加550加85加115減110減50就做到個答案㗎啦。個答案就係好1450，答案就係 C。得唔得？嗱，唔係第一次教大家㗎啦，應該冇乜問題嘅咯噃。OK， 咁我哋係繼續㗎咯喎。好，咁啊第2套 skill 就學完㗎啦。咁啊去到咩咧？我哋個 pat pat 大法又嚟㗎咯喎，去到第8頁啊。好嚟啦，真正計算法。好啦，呢個咧係完全唔係學緊經濟，大家都知㗎啦，純粹考咩技巧？嗱，聽住咯喎。寫低啦！所有增值計算法係純粹用咩嚟計？用絕招嚟計，得唔得？我哋有2步就做完㗎啦。Step 1，我哋要將個 pat pat 相加，我哋要示範嘅，你放心啊。跟住 Step 2，你只需要問自己個頭得2種可能性嘅啫，一種係本地嘅嘢。一種就係入口或者叫進口嘅嘢。好啦，本地嘅嘢我哋就查咗佢，入口嘅嘢就要減咗佢。O 唔 OK？ 呢個方式計到出嚟嘅答案就係 GDP 嘅 MP， 可唔可以？好啦，第3好簡單，我哋用翻嗰條公式 ，GDP 嘅MP 等於 GDP FC 加間接稅減津貼，即係咩意思？你揾到嘅 MP 先，跟住咧你再揾翻有冇呢兩個，有嘅時候就要喐翻佢，咁啊計到啦，跟唔跟到 ？OK 啊，好，咁我哋示範2條嘅咯喎，嗱呢條係神記一嘢搞掂㗎啦，抽完未？嚟㗎咯喎，第1條2014年嘅 DSE 卷，先望 pat pat， 跟住又問嗰個問題啊，鄭楚耀佢有幾個 pat pat？邊2個？冇錯，200同埋400，呢個好重要嘅係咪先？好啦，所以200加400等於600。好，跟住問個頭，而家呢條線佢係乜嘢國家？邊度有冇寫？有冇寫？佢叫咩啊 ？X。好啦，哲學題嚟啦。X 係咪澳洲？唔係。X 係咪泰國？唔係。咁呢2個係第2個國家嚟㗎啦。我哋個頭要點？減咗佢。呢度加埋幾多？80加70等於150要減，所以600減150，答案等於450，答案係 C， 做完。跟到我，完全係真係1秒做完㗎啦，唔好咁傻去計。跟得到？咁啊示範多2條俾大家睇啦 ，OK？ 好，又嚟啦！以下顯示一個經濟體系 ，OK？ 有幾個 pat pat 啊？2個，所以答案首先一開始要計嘅就係27000，跟唔跟到呢個？好，望一望前面呢6000蚊係入口定係本地？入口。所以要減。2100。所以答案係21000，但未做完，因為呢個計出嚟嘅答案係等於 MP。好，條題目問你 FC， 見唔見到啊？好啦，我哋話。MP 等於 FC 加稅減津貼啊嘛，咁你見到啦，2100呢個要減，搬翻過去等於減，搬翻過去要點？係加，所以2100加1000等於2200，答案就係 boy。跟唔跟到？嗱，唔好錯啊，條式咧會調翻轉嘅 ，OK。由於大家嘅智力咧係非常之有限，所以你唔該你呢條式出嚟啦。掂唔掂？嗱，呢啲係完全考 skills 嘅，我哋做多1條題目啊 ，OK， 望一望第9頁第4條。本地嘅話係直接唔使理。係本地查咗佢得㗎啦。好，見唔見第4條？好，攞有一個係咪？前面入口嘢，所以要做乜？要點？減。好，所以13000減5000，計出嚟嘅答案係等於 MP， 佢個 MP 係13減5等於8000。好啦，另外佢有俾個稅問我哋嘅係成本，計唔計得啊？咁你諗下啦 ，MP 呢度係8000，
呢度係2000，咁搬翻過去減8000減2000等於6000，答案就係 A 做完，完全唔需要識經濟，你都做得到啊！掂唔掂 ？OK 好，掂嘅時候咧，問幾跟唔跟到？跟到啊嘛，好啦，咁我哋繼續嚟嘅咯喎，去到 GNP， 望一望第10頁，我知數學好渣，好啦，第10頁完全又係唔使學經濟嘅，聽住我玩咯喎 ，GDP 加 NIA 等於 GNP， 好啦，呢、個名係海外收入嘅淨值，但呢度學咧，我哋唔使學呢咁傻仔嘅嘢嘅 ，OK？ 佢問你邊嚿嘢大啲？嗱，呢度我哋就玩啦，我哋要咩啊？作數，作數。舉個例子，如果題目問你 GDP 大過 GNP， 嗱你唔好咁傻仔去用個腦諗啊！我哋話大啲啊嘛，你係作啊？乜嘢大過乜嘢好啊？180。好啦，180大過170。好，跟住下一步收翻條式入去咯喎。咁而家就話啦，180呢個係170，180要點樣變170？減10，啱唔啱？所以個答案 NIA 係一個負數，跟唔跟到呢個邏輯？你見到題目，你唔好咁傻仔用個腦諗，我哋即刻作數，你都知㗎啦。我教 GDP 係教你做乜嘢啊？作數啊嘛，作數係計得好準確㗎，掂唔掂啊？呢個，咁啊繼續㗎咯喎，望一望下面啦。哇，上唔明佢講乜啊？先睇睇第2條先啦。G 乜嘢 P 同埋乜嘢 P 啊？嗱，本地生產總值地啊嘛 ，GDP 大過 GNP， 即刻作數咯喎 ，GDP 係180大過170。第2步即刻寫式 ，GDP 加 NIA 等於 GNP， 跟住180會點樣變成170？減10，所以呢個係一個負數，所以個答案就係 boy。跟唔跟到？上面一樣嘅啫，佢俾咗海外收入淨值係負數嘅，其實對我哋重唔重要啊？唔重要啊，你咪一樣列翻條式出嚟咯。由於 GDP 加 NIA 會等於 GNP， 啱唔啱？佢話啦 ，NIA 係負數，咪負10咯。跟唔跟到啊？好啦，負10，咁你作咯喎，又嚟咯，180減10會等於170，咁 GDP 會乜嘢 ？GNP 大過定等於？大於。好啦，國民即係 GN 啦 ，GN 細過 GD， 我想問 GD 大過 GN 咪等於 GN 細過 GD 咯？跟到我嗬？答案就係 C， 唔使用腦諗。OK， 考試真係咁樣㗎。當然啦，你永遠都講嗰句啦，阿 Sir 你跟住我做㗎，我跟住你做梗係識㗎啦，係咪先？係啦，嗱你諗下幾多人驚？你跟住我做，幾秒鐘做完一條，自己做。幾分鐘做一條係咪先？嗱，今次考試60分嘅題目，對唔住，60分鐘做60條 MC 啊！1分鐘一條，呢啲你唔好投緊，你要多於1分鐘係嘛？我都知好變態啦 ！DSE 考45條嘅啫 ，OK， 但我哋考60條嘅 OK。好啦，繼續咯喎，好11頁。咁你跟得我啊？咁一定係咁樣㗎啦。好，第2個 GNP 嘅考試技巧，一樣照舊畫翻個波波出嚟。呢個世界咧好簡單嘅啫。我哋學嗰條公式叫咩啊 ？GDP 加 NIA 係咪啊？等於 GNP 啊嘛。所以呢個波波有一半就係我哋嘅 GDP， 跟唔跟到？呢 part 其實係 NIA。但係你話啦 ，NIA 有分2個部分㗎嘛，一個叫做扣除嘅嘢，一個叫做包括嘅嘢。咁我哋話啦 ，GD 就係用地為主 ，GN 就係用人為主啊嘛，跟唔跟到？好啦，要加翻啲咩咧？包括翻外國嘅香港人，有啲咩要扣除？就係香港的外國人。
跟唔跟到？考試唔好咁傻仔，用個腦諗，我哋要用考試技巧去答。咩叫考試技巧？見到包括見到扣除，就即刻用個腦諗，哦，外國的香港人，香港的外國人，跟唔跟到我講乜？好啦，我哋試一試望下第2條啊。睇攞有，佢係要乜嘢出嚟？扣除出嚟，見唔見到？扣除出嚟，你如果背咗我教你嘅方法嘅時候，見到香港的外國人啊嘛，寫翻你要揾出香港的鬼佬，可唔可以？可唔可以？可以。好，先由後面開始望起啦。香港居民 ，OK， 喺英資銀行嘅香港分行呢個黐線嘅 ，OK， 我想問佢邊度做嘢啊？香港。佢係咩人啊？香港人。好，香港人喺香港做嘢計咗香港嘅乜嘢度 GDP。好 GDP。我想問 GDP 係呢嚿嘢，佢而家問緊乜嘢啊？扣除呢嚿嘢關唔關事？唔關事。D 係錯。跟唔跟到 ？C 獎學金係津貼。我想問，俾錢獎學金，你有冇服務？冇。呢個叫轉移。轉移計唔計所有嘢度？唔計。C 錯。到 boy 咯喎，香港居民喺美國收錢。嗱，我哋揾嘅係香港啲鬼佬。香港居民係咪香港嘅鬼佬？唔係。B 錯。答案就係 A。點解係 A 啊？嗱，政治要正確。香港同內地係咩關係？一國兩制底下係咪先？我想問香港人等唔等於中國人？應該唔等於，起碼一樣嘢護照都有少少唔同啦。咁我哋話啦，呢個人係鬼佬嚟㗎嘛？雖然佢用中國嚟呃你，但佢係鬼佬嚟㗎。OK， 好啦，喺香港的鬼佬，所以答案就係 A 咯。O 唔 OK？ 做多一條咁咪容易啲。下面第3啊，加上，我想問加即係話包定係扣？包括，所以就係揾翻咩啊？外國的香港人。好，日本歌手嚟香港係咪外國嘅香港人啊？日本歌手係香港人？唔係 A 錯。好，香港居民喺美國銀行香港嘅辦事處，佢喺邊度做嘢？香港嘅人喺香港做嘢 ，GDP 啦。好，睇埋 C。香港嘅居民喺加拿大錢，咦？在加拿大的咩啊？香港人，咦？似似地喎，係咪啊？睇埋 dot 啦。香港居民對泰國，喂，佢講明乜嘢錢啊？投資係計咗 GDP 嗰度，咁計唔計啊？唔計，所以答案就係 C。所以考呢一 part 又係唔使識經濟，你識得學識包括扣除呢一個邏輯，做唔做到？跟到我即係一次過幫大家温書嘅啫。OK， 好啦，跟住去到最重要嘅嘢啦，去到第12頁。咁啊，呢度咧有幾種方法要去做噶。阿歐哥，你下年先翻嚟啊，歐哥。你同我睇翻啲片啊，同你講。成日睇片嘅。嗱，呢段真係正嘅 OK， 係啦。你係咪成日叫埋你啲女同學成日subscribe 我啊？而家我最近多啲 subscribe 嘅人數喎 OK。係咪你嗰啲？嗱，我唔要男仔 OK， 我要女同學 OK。嗱，你都知道呢班，哇，都咁多女仔喎呢班 OK。好啦，咁你明啦 OK。我係咧最近先知道原來我哋班係好多女仔嘅。咪之前唔知咗。但係我係忘記咗大家係女同學 OK。咁啊最近又令我記翻起大家係女同學啦 OK。我哋希望維持住我哋有4個男仔呢個咁嘅本質一直走下去啊！大家要加油 OK。好啦，名義實質第12頁。嗱，呢一 part 我哋只需要記住一條式嘅啫，就係名除實，冇錯，乘100%等於物價。名除實乘100等於物價。跟唔跟到呢個邏輯？好簡單嘅啫。OK 好，第一嚿。第二嚿有啲字你要識解。名義 GDP 有個學名，佢叫做乜嘢呢？當時市價嘅 GDP。好啦，另外實質 GDP
就叫做咩啊？固定市價嘅 GDP， 同時亦都叫做我哋嘅實質產出。嗱，呢啲名唔該背咗佢。你哋唔係唔識 ，OK？ 你係咪要啊？我係啊，我諗住攞份嗰3本啫喎，點解會有第4嘅？唔係啊，係第3本嚟㗎。你嗰3本啱㗎，你攞翻出嚟啊！係第3本嚟㗎，唔係叫做咩咧？係叫第4本。係啦，你係1、2、4啊，你攞第4本啦 ，OK？ 實質產出。嗱，跟唔跟到？實質 GDP 等於固定市價 GDP 等於實質產出。OK 啊，好。嚟㗎咯喎！第3樣嘢打粒聲。DSE 好中意咁樣考，係叫你點計咧？嗱，試下玩下個例子啦 ，OK？ 你呢條咧就 refer 翻同一頁 page 12嘅 Q2嚟㗎咯喎！我哋會計一次 GDP。好啦，望一望下面嗰條，呢條見唔見到好複雜嘅嘢？嗱，根據以前未必識計㗎嘛，教多你一次啦，嚟㗎咯喎！先學第1年 Year 1名義 GDP 同埋實質 GDP。嗱，所有嘅嘢都係咁計㗎啦。佢個叫做產量叫做 Q 啦，價格叫做 P， 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名義 GDP 44件乘以每件5蚊，再加25件乘以每件10蚊。如果你識計數嘅話咧，你識心算嘅話，但係我哋叫你永遠都唔好心算 ，OK？ 你會計到係470。O 唔 OK 先？嗱，記住啦，所有第1年我哋叫基準年啦嘛，係咪啊？基準年名義同實質係一模一樣。你點解我哋教你切100嘅意思啊？其實就講緊我哋名義實質喺第1年都會係一樣嘅。呢個跟唔跟到？嗱，嚟啦，最煩嘅就嚟啦。第2年名義 GDP 係用嗰年嘅價錢，所以量就係幾多？36，另一個就係25，用翻嗰年嘅價錢啊嘛。嗰年嘅就係6蚊，另一個就係9蚊，跟唔跟到？sorry， 22，唔該你。好啦，實質 GDP 係用翻基準年噶嘛。基準年即係第幾年？第1年，所以量係不變36同埋22，但係個價錢就係變咗成5同埋成10。咁你心水清咧，你就計個答案出嚟啦。跟住嗰句啦，我又係叫你唔好心算啦 ，OK？ 你永遠心算嘅時候咧，你就俾一個好滿意嘅答案我啦。400啦，跟住36乘6就係216就係414應該。啱唔啱？計咪到？好啦，多讀先，我俾啲咁多，配音計咪到？試攞這個，我信你㗎，你數我100分㗎嘛 ，OK？ 今次會唔會有100分啊？次100分嘅喂，唔係好公平喎咁樣。係佢100㗎係啊，你唔好咁驚訝。係啊，成日發生嘅呢啲嘢。係啊，每年都有啲人係100分㗎啦，大家都知㗎啦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嚟㗎啦，跟到我。好啦，幫我望一望咯喎。第一個答案，第1年嘅名義高過第2年，470同埋414係咪第1年高過第2年？係，所以1係啱嘅，1啱 ，C 已經錯啦。好，第2實質 GDP 第1年高過第2年，470同埋400係咪？係，所以第2都係啱嘅。當第2都係啱嘅時候，咁我哋會發現 B 係錯啦。好啦，死咯，阿 Sir。咩叫生活成本啊？即係生活素質。嗱，呢個就要記一記啦，唔好錯呢樣嘢。生活咧有2種㗎，寫翻低下，一共有生活嘅素質、生活嘅費用、生活嘅成本。根據通識教育，生活素質係5
唔知，因為政經社民環建教，一個國家健康好啲，生產力會好啲 ，LRAS 會高啲，教育程度、人力資本會高啲啊嘛。一個國家人力資本越高，生產力會高啲 ，LRS 會高啲。政治、經濟、社會文化、環境、健康、教育，我哋讀通識都讀過啦 ，OK。睇唔到，呢兩個咧就唔同啦。費用點解？錢啦，成本咧，錢啦，同錢有關嘅咧，講緊嘅叫通脹。我想問呢條題目計唔計到通脹率啊？計到。嗱，明除實，第一年唔使計嘅，因為永遠都當佢咩啊？1。咁呢一年咧就係明係414，除實質係400，大過定細過1？大過1。通脹定通縮？通脹。好，通脹嘅時候，俾嘅錢會多啲。第一年平啲定貴啲？平啲會唔會高於啊？唔會係低於，所以答案就係我哋嘅1 and 2，答案係。A 跟唔跟到？但你 MC 都係分鐘。其實講真啦，呢啲係因為我教你嘅，搞咁仔細啫。實質上面嘅話，你做點會咁慢啊？喂，真係做梗係唔會寫咁多嘢啦，係咪啊？但係你做下，你就發覺其實好容易嘅啫。我哋做多2條啦。好，望一望第13頁。嗱，大家要有心理準備，其實見到呢啲高清題 ，OK。望一望，當年同埋固定，當年叫明定實？明。固定咧？實。好，明實即刻可以計啲咩出嚟？物價。冇錯，立即幫我計。唔好用心算得唔得啊，姐？142,900除。1.06，下面1.9，好升定跌？升，所以查咗 C 同 D。好，另外後面，喂，實質產出等於乜嘢 GDP？實質 GDP， 我想問由134變132升定跌？跌，所以就話係 A。嗱，你冇話好深啊嚇。OK 啊，嗱我哋教埋最後一嚿 skill 先，得唔得？做咩啊？咩啊？咩啊？想死啊？好啦，14頁，唉，又要教多次。切100大法。我已經第2469次教切100㗎啦，教完先啦，唔好諗住 hea 啊你哋，唔好以為自己好識，我用咗唔知幾多堂去教切100㗎啦 ，OK。好，寫低啲嘢，切100咧，你唔使寫啲咩叫切100咧，大家知咩叫切100㗎啦，但反而大家咧要寫得幾樣嘢，其實切100計到啲咩出嚟？第一樣嘢，明除實乘100等於我哋嘅物價。啱唔啱？第二，明除人口等於人均嘅名義 GDP。第三樣嘢，實除人口等於人均嘅實質 GDP。嗱，呢3個基本上我哋就話啦，考嚟考都係咁樣考嘅，跟到我嗬。嗱，我哋一樣都會照舊咧，會同你做2條㗎。由於大家數學實在太好啦，我轉頭咧就會好仔細咁由頭講多次嗰條題目點做，希望大家咧令大家數學能力咧有所提升 ，OK？ 人均實質 GDP 嘅傻妹，得唔得？嚟㗎咯喎，猜明？好，望一望，2015年我哋要征服 DSE 就咁做㗎啦。第一樣嘢個重點，見唔到個字？增長啦，係咪？好，又係呢個啦，相對去年。好，第0年當佢係100。嗱，最深嘅嚟啦。由於大家數學有限，增長咗4%，變咗104、103、99。跟唔跟到呢個？嗱，最深嘅嚟啦。由於
我哋而家呢個數，佢增長咗0%，會變幾多？104。嗱，你唔好將103加1啊嚇，要點樣增長1%啊？係103乘1.01。啊，當然你話阿 Sir 咁差唔多啫，唔係㗎嚇。103乘1.01就會等於104.03，跟唔跟到？另外99乘1.02就會變成100.98。咦，阿 Sir 你做完呢啲有咩用啊？嗱，聽住啦，做完呢啲已經有好多嘢可以玩到㗎啦。玩啲咩呢？望一望人均名義，你有冇名義？好啦，104除99，104除100.98，會唔會等於一樣？唔會 A 錯。物價水平先睇 C 先啦。物價由103變104，會唔會下降？唔會。好啦，跟住兩個問實質。咦，阿 Sir 揾唔到實質喎。佢有名義，有物價，揾唔揾到實質？揾到。嗱，由於名除實咧，就等於物價，係咪？而家咧問你實質，咁啊將名除物咧，又會等翻實質。咁啊讀一讀咯喎，104除103本身係寫翻啦，實質本身係100.97，跟住第二年咧104除104.03變成幾多？99.97，實質係咪升咗定跌咗？跌咗，會唔會係 dot boy？唔會。咦，阿 Sir， 咁答案我哋知道係唔多，但可唔可以證實一次？可以，實質除翻咩啊？人口100.97除99係101.9，唔係1.019，跟住99.97除100.98等於98點幾？咦，咁係咪下降啊？所以答案就係多。嗱，阿 Sir 呢條好複雜，係，但係你做多一條，你要發覺係黐線嘅弱智。第15頁，第3條。好，第一年切佢做100變幾多？97增咗0%等於97。好，唔使做啦，點解 ？C 兩年的名義 GDP 相同的，97變97，答案係 C。你會發覺做呢啲題目根本唔需要任何嘅數學嘅邏輯。講真，次次都係咁樣玩㗎啦。乘100% 會唔會好難啊？好啦，嗱咁呢一 part 咧就喺考試之前咧就同大家温一温嘅少少嘢啦 ，OK？ 咁啊希望有温得再多啲就係咁啦。今日課補唔到課喎，係啦，咁啊所以咧大家就唯有俾心機温考試。考完試我哋會再講翻呢本 skills book 㗎，會幫大家温多次書嘅 ，OK？ 掂唔掂？好啦，咁啊完。考完試温書梗係啦，唔通再唔温書咩 ？DSE 啦，大佬。老師。